大家好，我係 Mr. Fun，今日同大家講一個超級熱門嘅未來產業——無人駕駛。想象一下，唔使司機，車自己載你去上班、購物、旅行，仲可以24小時運作，成本超低，已經唔係科幻，已經開始實現啦。根據最新數據，2025年全球自主駕駛市場規模已經超過200億美元，有啲報告話高達270億美元，到2030到2035年可能爆發到幾千億，甚至過萬億美元。Robotaxi 無人出租車係最大嘅增長點，因為佢可以取代 Uber 的士，創造全新嘅收入模式。作為投資者，呢係一個潛力巨大嘅賽道，但風險都唔少。今天我哋逐點拆解，幫你分析邊個企業最有機會，值唔值得投資。市場規模同佔有率。首先，無人駕駛市場有幾大？2025年全球自主駕駛市場預計270億美元左右，到2034年可能衝到4450億美元，年複合增長率超過36%。Robotaxi 係核心，預計到2030年市場規模過百億美元。目前市場佔有率，美國嘅 Waymo、Google Alphabet 旗下同中國嘅百度 Apollo Go 係領先者。Waymo 每週已經有超過45萬趟付費乘車，百度都追到25萬趟左右，兩邊平分秋色。Tesla 雖然有 FSD Full Self-Driving 軟件，但暫時仲係監督模式，要人監控。Robotaxi 剛開始試運作，佔有率暫時落後，但 Tesla 有幾百萬輛車收集數據，潛力巨大。其他玩家如 Uber 合作 Waymo 同其他 Cruise GM 旗下都有份。但目前 Waymo 同百度係最商業化嘅，難被取代嘅原因同需求。點解無人駕駛難被取代？因為佢解決咗好多痛點。交通意外90%係人為錯誤，無人車可以減低意外。司機成本佔出租車60%到70%，無人車可以24小時運作，成本跌到好低，仲環保，用電動車多，需求超大，城市越嚟越塞車，共享出行需求爆發。Robotaxi 價格可能比 Uber 平30%到50%，因為冇司機薪水，需求嚟自年輕人、老人，唔想揸車嘅人。未來 Robotaxi 可能取代私家車一部分，市場潛力萬億級。主要企業策略、商業模式、收入模式、技術競爭。重點企業：1. Waymo、Google。策略係專注 Robotaxi， 商業模式係自己運營車隊，提供無人出租服務，收入主要嚟自乘車費，每程收費同 Uber 差唔多，甚至貴啲，但利用率高，車唔使休息。技術用 LiDAR 激光雷達加相機，全感測器套裝，安全冗餘高，目前最成熟，已經完全無人駕駛運作。限制係成本高，每架車感測器貴，擴張慢。2. Tesla Elon Musk 嘅策略係賣車加賣 FSD 軟件，未來轉 Robotaxi。商業模式係車主可以將車放上 Tesla 網絡，賺共享收入 ，Tesla 抽成。收入模式 FSD， 一次性收費或訂閱，每月幾百蚊，加上 Robotaxi 分成。技術純 Vision， 只用相機，冇 LiDAR， 成本低，可大規模生產，但目前仲有爭議，安全數據未如 Waymo 咁穩定，監管挑戰大。3. 百度 Apollo Go， 中國領先，策略係快速擴張，已經完全無人駕駛，商業模式類似 Waymo， 但成本低，第6代車只需20幾萬人民幣，收入嚟自乘車費同埋出租技術俾其他公司，技術混合 LiDAR 加 Vision， 喺中國積累海量數據，擴張到香港、杜拜等。4. Uber 唔自己開發，策略係合作，如 Waymo、Baidu、WeRide， 將無人車放上 Uber App， 抽成，收入模式穩定，風險低。5. WeRide 文苑之行。WeRide 係中國領先嘅無人駕駛公司，2017年創立，前百度自動駕駛首席科學家創辦，2025年已經喺 Nasdaq 同香港上市，係全球首個上市嘅 Robotaxi 公司，目前運營超過1600輛自動駕駛車，其中近750輛係 Robotaxi， 累積超過3000萬公里測試。佢哋喺中國、廣州、北京、上海等阿聯酋、阿布扎比、杜拜、沙特、瑞士、新加坡等10個國家、30多個城市有測試或商業運作，仲同 Uber 合作，全球擴張，競爭激烈。Waymo 同百度領先商業化。 Tesla 優勢係規模同數據，但技術路線 Vision vs LiDAR 有爭議。LiDAR 精準但貴， Vision 便宜但邊緣情況可能弱。價格、限制、配套、政策、法例、市民接受度、價格。目前 Robotaxi 每程同 Uber 差唔多，甚至貴啲。Waymo 貴30%到40%，但未來成本跌，預計平過傳統的士。限制：天氣惡劣、複雜路況、黑客攻擊、倫理問題、意外點決定救邊個。配套需要 5G 網絡、高精地圖、充電站。政策法例：美國分州規管，中國支持快。2025年多城市允許無人測試，歐洲嚴格但進展中。全球趨勢係支持，但安全第一。市民接受到美國調查，2025年只有13%完全信任無人車，60%仲驚。但係中國接受度高，超過80%，舒服無人監督。隨住意外率低過人類，接受度會升。LiDAR 同 Vision 技術有咩分別？點解 Tesla 同 Waymo、Google 路線唔同？今天就專門解釋呢兩種技術，幫你明白佢哋嘅優缺點，點解有爭議，同埋對投資無人駕駛有咩啟示。首先 ，LiDAR 係乜嘢？ LiDAR 全名 Light Detection and Ranging， 用激光脈衝掃描周圍環境，
測量距離同建造精準嘅 3D 點雲地圖。佢好似車嘅雷達眼，可以直接知道物件距離幾遠、形狀點樣。Vision 技術純視覺就係用多個相機 ，Tesla 有8個拍攝 2D 圖像，然後用 AI 神經網絡推斷深度、物件同環境，好似人類用眼睛睇路。LiDAR 嘅優點，直接提供精準、深度同距離，冇需要猜測。喺惡劣天氣如雨、霧、塵暴或者低光環境表現更好，因為激光可以穿透部分障礙，勇於高。安全係 Level 4/5無人駕駛嘅關鍵。Waymo 用 LiDAR 已經累積超過 1.6 億公里，完全無人駕駛里程，商業運作最成熟。LiDAR SI 缺點，成本高，雖然2025年已經跌到幾百美元，但一套感測器仍然貴過 Vision， 需要高精地圖 HD Maps， 擴張生成視慢，體積大，車頂有個大拇指。Vision 嘅優點 ，Tesla 路線成本低，只用相機，容易大規模生產。Tesla 每間車感測器只需幾百美元，模擬人類駕駛，人類只用眼睛，用海量數據訓練 AI。Tesla 有幾百萬輛車收集數據，唔需要預見地圖，擴張快，潛力做到通用解決方案。Vision 缺點，深度要 AI 推斷，邊緣情況如強光、雨霧，容易出錯。目前安全數據未如 LiDAR 穩定。Tesla FSD 仲係 Level 2，需要人監控。Robotaxi 試運作都有干預記錄。Elon Musk 話 LiDAR 係拐杖，但業界好多專家如 Waymo 科 CEO 覺得 Vision 風險高，尤其安全關鍵。安全性比較到2025年12月，業界爭議重大 LiDAR 路線多感測器融合，包括 LiDAR 加相機加雷達。目前最成熟同安全，尤其完全無人駕駛 Robotaxi。Waymo 已經累積超過 1.6 億公里，完全冇人里程。報告顯示佢哋嘅嚴重事故率比人類低幾倍，有啲獨立研究話低79%到92%。百度 Apollo Go 都聲稱超過1億公里冇重大傷亡事故。Tesla FSD 純 Vision 雖然有海量數據幾十億公里，但仲係監督模式 Level 2，需要人監控。Tesla 2025年最新報告話，FSD 用家每幾百萬公里先有一次重大碰撞，比平均人類好。但好多專家批評數據唔夠透明，包括監督下人類干預同埋邊緣情況多。NHTSA 調查顯示，Tesla FSD 有幾百宗碰撞，包括致命個案，直接比 Waymo 等 LiDAR 系統目前商業化，無人駕駛最安全。Tesla 潛力大，但風險高。價格比較 ，Vision 大勝 Tesla 純相機系統，每間車感測器成本只需幾百美元，容易大規模生產。LiDAR 雖然2025年跌價好多，有啲中國品牌低至200到500美元一個，但係一套多 LiDAR 加雷達系統，仍貴幾千至過萬美元。Waymo 車估計貴10到20倍，呢個係 Tesla 優勢，低成本，適合私家車同未來 Robotaxi 共享。LiDAR 貴但提供冗餘，適合高安全 Robotaxi 車隊。極端情況技術比較同完善程度：一、極熱天氣兩邊都 OK， 高溫主要影響電池同計算，但感測器冇大問題。Vision 可能受熱浪光線影響，但 LiDAR 穩定。二、極寒天氣落大雪 ，LiDAR 同 Vision 都受影響，雪覆蓋感測器，反射亂，但 LiDAR 激光穿透力強啲，雪霧中表現較好。Vision 容易盲，類似人類眼睛。業界多用雷達輔助惡劣天氣，三大雨 LiDAR 較強，因為激光直接測距，雨水散射少。Vision 相機容易模糊，水珠擋鏡頭。實測顯示 LiDAR 喺大雨中深度感知更準。四、隧道內冇 GPS 信號，冇地圖 Vision 優勢。Tesla 純 Vision 唔靠高精地圖 HD Maps， 用即時 AI 推斷路線。LiDAR 系統如 Waymo 傳統靠預見 HD Maps 同 GPS 隧道內可能弱，但現代版加慣性導航改善。停車場、地牢類似低光無信號 ，LiDAR 直接測距強 ，Vision 靠 AI 但低光弱。總結完善程度 ，LiDAR 路線目前更成熟 ，Level 4無人商業化，冗餘高，邊緣情況穩。Vision 更通用，擴張快，但2025年仲未完全無人可靠。混合路線 LiDAR 加 Vision 可能未來主流。最新半年2025年6到12月事故 Waymo 報告幾百宗涉及事故，多數輕微，他人責任，有傷亡但少數 Waymo錯，冇大規模致命。Tesla Robotaxi FSD Austin 試運有幾宗輕微碰撞、擦碰停泊車等。NHTSA 調查中 FSD 整體有新碰撞報告，包括致命個案。百度 Apollo 有個案如跌落工地坑，輕碰行人，但聲稱冇重大傷亡。總體無人駕駛事故率仍然低過人類，但係監管關注緊。安全性比較2025年最新 Waymo 最成熟，超過 1.6 億公里，完全冇人，嚴重事故率低過人類幾倍，冇重大致命。百度 Apollo Go 超過1億公里，聲稱冇重大傷亡，商業化順暢。WeRide 累積安全記錄好 ，CEO 強調冇主動事故，致命率低過人類。最新半年有一次輕微碰撞。2025年11月阿布扎比測試係人類車並線引起，冇傷亡，只損壞側面感測器。Tesla FSD 有碰撞報告，包括致命 NHTSA 調查中。總體 LiDAR 路線 Waymo 百度 WeRide 目前安全數據更穩定，尤其完全無人運作。價格同成本比較 Tesla 純 Vision 感測器最平
幾百美元，適合大規模。WeRide 中國供應鏈，車輛成本低，估計幾萬美元，比 Waymo 平好多。Waymo 車貴10到20萬美元，百度第6代車20幾萬人民幣，低成本優勢。Waymo Leader 貴車隊成本高，WeRide 同百度成本控制好，適合快速擴張。